拥有神婆能力的女人能准确预测出期货的涨幅情况，因此她也被七魁组织破格录用。可在不久以后，女人除了每天嘟囔数字以外，突然提到了同事爱丽丝的名字。她预测爱丽丝会在大雨中醒来，并且被人抹去了记忆。What are you saying, that I'm going to be attacked? Then we stolen by one standing under seas. 随后，爱丽丝让他把预测的信息都默写在了纸上。将信将疑的他在网上查询期货指数，果真如神婆预料的那样，在他所说的时间内指数完全一致，也就是说自己将要失忆的事也是真的。那么谁又是站在海底之下的人呢？怀揣着这个疑问，他参加了七魁内部的舞会。就在他要准备离开时，看到舞会照片的横幅上写着海底二字，难道站在横幅下的同事都有害自己的嫌疑吗？于是爱丽丝把这件事告诉了上司琳达，可对方并没有在意他说的话，还不耐烦地安慰他说只是最近没有休息好，然后特意叮嘱他要按时吃药。但爱丽丝还是对神婆的话耿耿于怀。为了让失忆后的自己不会迷失，她事先给将来的自己录下了视频，还有各种通关要领的攻略。之后她在银行开了2个保险箱，蓝色钥匙的保险箱里放着多国的护照和现金，可以让失忆后的自己变化身份离开这里。另外一把红色钥匙里放着自己的档案和一把手枪，目的是让自己可以续接之前的存档，而他把这个选择的权利留给了失忆后的自己。可他最近的一系列举动都被人监视着，此人正是爱丽丝的亲妹妹布朗文。被发现后，布朗文要求见他们的上司琳达，并提出了一个很诱人的条件做交易。他承诺可以给琳达找到一个异能更强的人，可以随意清除他人的记忆，条件是要还他的姐姐自由，让他们一家人团聚。面对这样的诱惑，琳达没有犹豫，不过在放了爱丽丝之前要清除她的记忆。与此同时，爱丽丝还是觉得不安心，于是她违背了七魁的铁律，去找了死对头卢加特，因为她知道对方擅长偷渡，想让他帮自己离开这个国家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卢加特更擅长贩卖变种。就在他去停车场取钱时，妹妹布朗文带着那奇姆赶来，准备抹去爱丽丝的记忆。如今爱丽丝才明白谁是海底之下的人，神婆的一切预言也都实现了。不过想离开组织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当那奇姆开启能力抹去了他的记忆后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一瞬间他都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迷茫的惊吓令他不停地奔跑，可很快卢加特就失去了耐心，派手下来把爱丽丝准备卖个好价钱。哪曾想没有多年的记忆束缚，爱丽丝也爆发了自己的变态异能。手下意识到不对劲儿，已经为时已晚。最后，爱丽丝在大雨中醒来，被抹除了记忆，身边躺满了尸体。